加看最近北部小连续落大水后，昨暗伫台北市南港区古庄街有土石放起，有一张8吨的老树嘛放起，去缀着附近的铁厝哦。加在是无人受伤，无济嘛过抢修。工程单位甲人载去树仔顶，要赶紧甲树仔锯较短咧。就惊土巴松软，树仔徛袂在，雄转载落来。画面内底边土放起，土石规拼落来，有一张100年的老树转缀咧倒去，去缀着下底铁厝。 都死了有2次了啊，像啊等，对，迄石头无放呢。连续几个工落大雨，台北市南港的古庄街28暗10点外，土石雄放落来，毋但树仔倒去，顶悬的壁嘛缀咧放落，去讲着铁厝，而且这间铁厝对外唯一的车路嘛，因为安尼抓袂通。滑下来的土方啊，那个有影响到下面一条小型的排水沟。 那我们会先把那个排水沟清通，然后再把剩余的土石把它外运出去，然后今天应该可以把所有的土方运去掉。毋但南港落大雨，树林甲北投的雨嘛真惊人。专家分析，伫2个所在观测1个月累积的雨量，估是10月台北市落雨的时间都有半个月以上，累积超过2000毫米。累积1个月的降雨量跟气候 平均值同样是10月份20年的资料来看的话，都有明显增多的情况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其实我们目前看起来跟反圣婴也有一点关系。北部的水汽增加，较会落雨，原因包括受到低压带、风太外围环流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。专家嘛讲，这甲反圣婴的现象嘛有关系。尤其寒人就要到啊，而且今年的冬天会较冷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